台南市阳光真爱青少年关怀协会长期投入偏乡学童课业辅导，以及协助破碎家庭青少年自立。原承办政府自立宿舍已有12年，却被临时通知要在明年1月起改为补助房租。协会创办人许树芬决定自立承办，帮助许多16到18岁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能够无忧健康成长后再回归社会。明年开始，我们自己要做，这些没有家可回的16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他们进入台南的这个整个大社区里面的这一个工作，然后刚好就在秋玲的引介下，良涵煮锅的林老板他刚好愿意抛砖引玉的开始在我们这项工作里面投注关怀。那我们也我刚刚有跟他们谈及，这项工作里面我过去的经验，我已经有将近20年的经验了哈。如果这个区块的小孩子有照顾到，他们重新再犯罪的比率应该已经达不到20%。好，所以我觉得我很愿意在这个区块里面去奉献一点自己的心力。所以我们的紧急庇护所的部分，即将在明年1月开始来展开。我们也很欢迎社会大众来，特别是台南地区的乡亲，给我们一份关怀跟支持。在得知协会的困境，良人为师餐饮集团率先捐出10万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偏乡的青少年因为缺乏照顾，然后他们呢在社会上会有产生一些社会问题。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给他们一个正向的工作机会，然后再加上一点鼓励，我觉得他们可以慢慢的在社会上变成一个助力，成为社会的栋梁。那我觉得做这个捐赠活动对我们社会来讲是有很大的意义的。除了捐款，安平最美火锅店良人煮锅也愿意提供就业机会，让青少年有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透过阳光真爱青少年关怀协会，让更多这些年轻人能够有一个平台来到我们这里，可以学习如何面对处理跟让自己的技能提升，然后也让自己有更多沟通的能力，在面对处理他们自己之后未来的，不管是在餐饮业或是在各个其他的行业，他们都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自立宿舍除提供破碎青少年一个住的地方，同时也希望善心业者提供工作机会和资源，帮助这些青少年学习自立。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